如果你淨係睇標題又睇到，喂 Hugo 你又拍企得啦。今日咧你睇到我第一個 shot 呢個景咧，希望你唔好撳走住，因為我哋今日咧睇啲靚嘢。我哋今日參觀一個啟德跑道區啦，上個月賣得幾好嘅一個全新現樓維港商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 Hugo。正如頭先片頭咁講啦，今日咧帶大家嚟參觀個維港商住。咁其實睇得我片嘅客戶都知道啦，我同其他媒體啊或者其他博主唔同嘅。你話講其他社區啊、片區嗰啲嘢咧，我哋又唔特別講噶啦。我哋通常就會講得啦，呢個社區賣得最好嘅貨種。譬如今日咧，我就會睇維港商轉啦，3個唔同嘅戶型，包括1房2房，同埋我哋而家身處呢間咧最大平層面積700尺嘅一個3房緊廚，仲有自己工人房嘅一個設計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而家開始參觀。我哋今日參觀呢個單位咧，佢係平層戶裏邊咧最大嘅面積一個3房嚟嘅，實用面積係705尺，係一個3房一套啦，同埋工人套房嘅間隔。如果平時有睇啟德跑道區嘅話咧，都會留意啦。其實內海呢邊咧嘅3房咧，大部分咧都係開放式廚房嘅。咁其實好老實講，你話真係一家4口啊，好多時都要煮飯咧，有個廚房真係必須嘅。咁成個維港商轉嚟講咧，其實呢一隻戶型咧係最稀缺。咁所以其實我會建議啲客咧，你話呢啲單位買翻嚟之後，都唔需要擔心將來保值或者升值嘅問題。加上咧，佢最靚嘅單位咧，當然擁有最靚嘅景觀啦。佢再望到我片頭咧，下邊成個都會公園啦，同埋呢個啟德體育園咧嗰個 C 位嘅。咁其實啱啱呢個咧體育園開幕啊，同埋最近呢幾日 Coldplay 演唱會有睇過啦。其實佢放煙花咧，我哋呢個單位就真係望到正嘅。當然你而家望落去樓下都會公園啦，見到爛地一片。但係你幻想下，到時呢度變咗公園，綠油油一片，冇任何高樓大廈阻住你嘅時候咧，你話唔係煙花海最靚？我相信呢個位咧都會係啟德跑道區咧其中一個咧最靚嘅景觀嚟。接住咧，我哋轉入嚟佢嘅睡房區啦，佢都係傳統嘅一個3房1套嘅間隔。你見到咧，依間細房咧，佢就做咗一個書房嘅設計啦。其實佢都係足夠擺一張咧單人床啊、小朋友房。咁呢度咧就做咗個 daily bed，我個人就好中意嘅。其實你鏡頭而家影住我呢個位咧，望出去咧就望晒成個公園景咧。到時你啊真係可以揸本書喺度睇下，飲杯啡。咁其實呢個感覺啊，成個空間感咧，真係非常舒服嘅。再轉過嚟咧，呢個設計佢做咗一個小朋友房啦。其實佢嘅 size 同頭先個書房嘅 size 差唔多。咁你可以咧睇到佢做一個家私啊，同埋一個衣櫃咧，睇到之後咧個空間感大約係點。當然啦，sofa 通常咧就好睇。咁你話實用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又唔會做呢啲層架啊，都係一個直身櫃啊，盡量咧以最多個收納空間為主嘅。咁但係呢個單位好在就係廳房同向啦，3個房都望晒咁靚嘅公園景。咁個人覺得咧呢個單位真係個景觀咧好正。最後啦，我哋入到嚟啦，呢個主人套房嗰度參觀啦。主人套房同樣啦，佢做咗一 set 嘅入場衣櫃啦，咁同埋做咗個梳妝台。其實你將來咧，你買翻嚟咧，我諗緊局都係咁樣做噶啦。只不過呢啲位咧，可能你未必會偷空佢，會做埋櫃啦。咁呢度咧拍到盡咧，可以做一張雙人床。咁同埋佢樓底都唔矮嘅，你見到我企喺度咧，個空間感都唔好壓迫。咁呢度咧一起身咧，你就會望到咧嗰個公園景啊，同埋呢個啟德體育園嗰個景。如果你話有時大時大節啊，啲招呼親朋戚友嚟呢度，喺個露台嗰度飲下紅酒啊，飲下茅台嘅時候咧，你真係睇正嗰個煙花嗰個思維，好似你喺灣仔睇煙花咁樣嘅。
好快咧，我哋嚟到參觀呢隻維港商轉啦。其實最近賣得幾好嘅一隻，佢呢隻咧就實用面積係493尺兩房，最大嘅賣點咧佢有一個緊廚。其實咧我哋本身睇好多啟德嘅樓啦，去到跑道區呢一帶咧，大部分嘅戶型咧講緊都係1房2房，但係開放式廚房嘅。咁但係我之前有睇我片都話啦，而家買樓都係叫用家上車客比較多。你話真係買得嚟用咧，都會平時煮下飯，有個緊廚咧個重要性係好好嘅。咁同埋你話將來真係再賣翻出去咧，依類單位都會賣得比較好啲。咁呢個單位頭先講咗個面積咧，佢係得490幾尺啦，所以相對嚟講咧，佢嘅尺價計翻上去個冧心咧，亦都係咧成個啟德跑道區啦。你話買緊廚嚟講，叫做相對比較平嘅。所以其實你會見到最近嘅成交量咧，呢隻係賣得特別好。其實老實講，而家都所餘無幾㗎啦。咁你見到啦，佢嘅廳都係正常嘅一個長方廳啦，會望翻外邊咧就呢個內海景。最正咧就會望埋隔離啟德海灣咧嗰個會所泳池景，咁成個感覺都會幾舒服嘅。我哋參觀呢個單位最值錢嘅地方，其實啟德跑道區咧，你話2房開放式廚房咧都好多選擇，但係如果2房帶有一個緊廚咧，其實選擇真係唔多。咁我介紹得咧，梗係希望一啲叫做投資價值啊，或者你自住將來 resell 翻出去比較好啲嘅戶型啦。咁呢個單位咧，其實你話呢個廚房咧，作為一個493尺實用面積嚟計咧，佢嗰個空間感咧其實都唔錯嘅。同樣都配備咗呢個 Mila 嘅爐具俾你。如果你話喺市中心買一個普通嘅2房戶型啦，你又加埋自己嘅裝修 K 卡啦咧，其實維港商轉佢呢隻2房咧，絕對係一個競爭力。所以你見到咧，點解佢會呢隻積咧係賣得特別好嘅？嚟到呢隻2房個單位嘅主人房啦，你會見到佢都係廳房同向，同樣咧個主人房可以望到外面咧隔離啟德海灣嗰個會所景啊，包括望到個泳池啦、內海景，仲多咗個景觀咧就會望到成個啟德嗰個空中花園景嘅。咁如果你話啟德咧跑道區呢個密度比較高嘅地方嚟講咧，其實呢隻積咧望出個景咧就真係幾開揚。嚟到咧呢隻咧就係咧，其實佢近期啦3月份買得最好，實用面積305尺嘅1房單位。咁我首先講咗個冧心先啦，其實大概都係500零萬鬆啲，有啲500頭啦低層。咁點解呢嘢會賣得好咧？最主要就係咧，佢係唯一咧成個啟德跑道區咧望到個都會公園嘅細單位嚟嘅。咁最正咧就會望到少少海景添嘅。因為我成日同啲客講，你喺九龍或者港島市中心啲設計師啊開則咧，其實咧你話1房啊細嘅開放式啦。9成9都係面壁或者樓望樓㗎啦。你冇諗過咧喺九龍市中心嘅啟德嘅區域咧，有一個1房嘅細單位係有 view 俾到你嘅。咁所以咧，佢500零萬冧心對好多上車客嚟講咧，其實都係好叫做比較容易負擔到啦。咁同埋我都聽過咧好多講嘅，點解會買啟德呢隻500零萬嘅1房咧？最主要個收租回報都唔錯。好多人都聽到喂，啟德其實供應重災區喎。咁但係事實你睇翻網上嘅數據啦。其實啟德跑道區咧呢邊嘅1房咧，最近嘅承租記錄咧都要16,000至到18,000左右㗎啦。咁你仲要知道喎，而家係最近咧收樓嘅供應大量嘅期，咁但係佢都租到呢個價嘅話咧，其實你可以幻想到啦，你又將來慢慢真係成個都會公園啊、空中花園落成後，成個供應成熟嘅時候，呢度嘅租金仲有冇嗰個增值空間咧？就算我當佢而家冇，佢而家本身除翻嗰個冧心嚟計啦，其實都有3.6、3.7。如果你話市面上買啲500零萬嘅貨嚟講咧，個回報算係好唔錯噶啦。因為我成日有啲客咧過嚟睇啲1000零2000萬嘢，同我篤計數機都係得2厘幾。我同佢講，其實你買寫字樓買鋪可能會更差。你買樓咧，其實唔係就話長遠話睇啲可能純計回報，都係睇一個咧叫長線嘅投資。尤其是買得啟德咧，都係希望到時1000億基建落成咗之後，你有一個咧叫家族資產啊擺喺度咁樣。今日參觀完畢㗎啦，其實呢個單位咧而家所餘嘅貨量咧都好少嘅。因為講真，咁靚嘅3房一套啊，仲要內海區，冇其他對手嘅競爭之下咧，佢個冧心都相對比較細嘅。咁如果你話真係喺九龍市中心買一個可能新樓嚟講咧，
我覺得呢個單位嘅性價比都唔錯嘅。所以如果有興趣咧，你哋知道呢個單位啦，或者我哋片中咧其餘嘅一房兩房嘅間隔啊、價錢嘅話咧，咁啊歡迎可以 WhatsApp 或者微信我可以即刻 send 價單俾你嘅。你只要掃一掃咧影片圖中嗰個 QR code 咧，可以揾到我噶。最後多謝大家各位嘅支持啦，希望繼續支持我 YouTube channel CLSS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